start 了未啊？啊未個。Okay, now 等我看看 YouTube 我 share 喺 Facebook 啊，也 YouTube 嘅。嚇，當今有啊？新嘅話，Go Stories 嗰啊？未，你我 share 埋。please，我不如個 Go Live now。起床。OK，等我哋換我嘅 sound effects 去故意 set。我有冇想 Go set 嘅。OK，聽聽。各位聽眾，咦，冇 echo。各位聽眾，歡迎咱人再度對來收聽雲南福建的鬼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嘅特別嘉賓介紹一下時裝。特別嘉賓是老趙。我哋都話你，老趙 producer 四百九，四百九。Hello， 大家好。老趙 ，hello， 話你。各位先生都對來把見話你。各位摸領頭，老趙我就驚話你摸領頭，領頭摸sorry。各位老嘅 producer 老趙 original producer 老。導嘅，我哋導嘅。Hello， 大家好。John jangan ni labutan masih producer lain. Dia ha. Tapi boleh bumi committed because dia zakun. Sila. So fire ya. Ya. Go 老趙阿漢我哋。世界上第一家人嘅唔是會是健康無類。了個有老謝，唔是，接住嚟係一間摩托巴士。哦，摩托巴士，但摩托巴士但乜是？依邊係講三百不？嚇300站配減好。Hello， 大家好。300站配減好。了個有老鳥半減，唔是水減啲減水啲。鹹水啲，我話你家我會曉講半鹹啲啊，嚇，你一半鹹啲冇來啊？嗱，來是咁樣論嘅咧。就是哦，了個一隻鳥是做咩？新郎。哦，新郎，但係冇改名個嚇。OK， 確定嘅介紹，少女條，了LLD 是三laksa。係你三laksa。Hello， 大家好。了個有新椒，較新嘅椒，無講食新，拍領導，係你拍領導都真係，伊拍領導接來又顯咯。我 imagine 我啲小意思拍領導接來啊，可能咕嘟練到出來。了個有位當今要介紹是我嘅新椒，咱都無開啲 video 來開啲 video 啫。新椒烘位啫。新椒來啊！新椒你拍壞啊嚇？拍壞。拍壞 ，OK， 新椒咩咩？新椒。卡吹啲啊！新椒咩卡吹甜啊！你睇阿咪其實哎呦你搞咩？就隻手尾你看，卡吹甜，卡吹甜，你是安怎吹到邊啲學嘅呢？我聽只歌，我聽。
8-9年，哦哇10年有啦。哇，แล้ว安怎就知道個時候對會嚟起來參加咧？點先啱？古早佢拍攝嘛，哦，佢真係拍攝10年啊。你當見你當拿時拍攝10年你面皮拿來拿舊啊啦，當見冇拍對攝啊。對對，嗱嚟嗱舊，哦แล้ว佢介紹拍領導去，拍領導都冇拍攝咯，個拍到比賽拍攝咯。嚇，阿咩就是拍領導拍，你把拍領導呀？啊哦，你把拍領導誒，當朋友誒哦。啊然後就所以拍領導都未拍攝，我都比賽拍係咯，介攝咯。紹啊，依介紹誒，真係邊我講聽邊啲學嘅人聽講啊，真好笑嘅，因為真係嚇是介紹人嚟聽嘅人，因家己無來嘅，成咋？你咁啊，依樣介紹人起來啊，是個壞嘅 original 嘅人起來真出味嘅喎。所以你把拍領導啦，你是拍領導朋友啊？哦，誒，我唔知邊內，我係邊內嘅人個嚇，我係邊內嘅人咯。等我 try 下新嘅 feature 得。誒，แล้ว OK，三門口你是邊兩度當緊到邊兩個？作邊咧？哦，你少到邊兩嘅？你頂到是嗰時到嗰個當金到嘅人。我作邊咧？接落嚟到邊兩啊？到即個。我即係 US。哦，我咪買厝，我係白寶。我都買位。哦。แล้ว你ตัว接落嚟ไม่是ตัวเป็น嘅，是個ตัวเป็น。冇啦，我是巴海邊。哦，巴海邊。我讀冊啊，過嚟這邊。哦，巴海邊得幾格咧？一粒山嚟看。哦，多少卡？毛毛菇嘅位。哦，毛毛菇，你咪對佢毛毛菇啊？唔捌到 Facebook 嘅講話。哦。誒，我嘅 link 下毛毛菇，特別我 email 啦，好歡迎嚟。แล้ว我有加 Microsoft อี嘛，我有 WhatsApp อี我係講即係咩啊 recording 嘅 link 把伊無看。哦 ，OK，我即個489咱有放到喺呢一邊，咱嘅 link 放到 Facebook 啊，有。OK，感謝。朋友。แล้วOK，所以我在你聽到咧，是你會記你頭幾個 episode 聽係你會記啥物 episode 來聽啥物物件？聽到啥物？古嘢咯。哦，古嘢。聽到微微話我係厝嘅頭前嘅咩手踭係咪？我唔記得。哦，手踭對。這人你看阿 John，你看微微話出名咧，係咪人會會記伊啊？冇啦，迄時個有咩吉達布魯。個古本咯，吉達布魯。19到有啊，真我唔記得。我冇是嘅年代嘅喎 ，OK。你是到嘅年代，你記成個係咩啊？就看阿多。我捌聽過。日本鬧伊咧 ，after 日本鬧伊。OK，แล้ว你是你介紹拍領導 intern 坐落去嚟邊啲學嘅？我介紹咗濟人啊！哦呀，感謝啊！我哋喺度 promote。哇，感謝！佢有早起寄 T-shirt， 轉去買 T-shirt， 人感謝。這個 weekend 我叫我 nephew 寄出去啊，買 T-shirt。OK，講幾個數？來，你先是神教嘛？我要聽你嘅幾個數，你見聽幾個數嘛？你個記想要聽過嘅。你講咩？我見聽。你自己有自己經驗嘅幾個數，還是聽人講嘅幾個數？我有，特別我冇看過。你經驗係點？我經驗過啦，但我冇看過，所以我唔知是幾係咩。講下。係咯。你想下，我只係講每人頭一擺，因為頭一擺是成啊，你頭一擺經驗，可能未見係事啊，但係細漢嘅事係其實你會記哦。細漢嘅佢冇你清楚，頭一擺較記憶嘅時，我讀啲讀冊嘅時啦，讀啲US 讀嘅時。哦，你讀正讀冊哦。所以一班嘅朋友睡一間apartment 讀啲嘢大屋。呢度叫做 US 讀。邊兩一間大屋啦？讀 SM。讀 SM。所以讀啲即係Minden喺嗰邊嘅 apartment， 我諗貴嗱叫。9間人啊，先咗一間 apartment 嚟嘅。所以你 apartment 呢是大啲，你識講咩啊？
ตุ๊ดเหรอตุ๊ดดิ ตุ๊ด halaman sentuh tut อ๋อเขาเรียกแก่ so he baru kan singki nama ว่าเป็น baru kan singki nama so ibu isa si boleh fe orang dia bikin laut 幾陣幾陣？ so 四站啊，第一關嗰陣我嗰陣冇 leave 啊，因為代嗰陣你就隻身嚟啊。so 我能大半夜嘛，我能大第四站 so 一個 apartment 啊，只一條落落去下只幾嘢就一條。我冇咩知得咯。邊個攞嘅厝嘅？我呢幾隻簽裏邊呢個咗，啊，對，隻簽裏邊嘅。要我得嚟酷，算係我 USM 咩啊 ？Minden Heights 嗰啲算係嗰啲 US，佢哋抽波嘅邊嘢係會出來，後尾邊呀？係 side door 嘅會出來嚇。OK。啲嘢一條路跌啦，邊嘢是佢哋較貴嘅厝嘅，嗰邊較貴嘅厝本嚟嘛嗬。面對海死，我睇你講面對海所就知，你話隻朋友就面對海死，好嘅人啊，好嘅人係酷面對海。OK，所以佢一間厝咧，我人9間人大嘛，6腳大波，3腳大波，所以差不多頭前檔我人到後尾啦，所以佢時我人冇 iPad 冇 computer 冇辦法嘛，跟住一腳housemate 咧要 computer 嘅，所以我就夾 another housemate 啦，睡 same room。你去幫住我啲咁？冇，佢對我一樣。哦，伊人 friend 嚟，真係咁。แล้วso 我就有一暝咧，我特登我迄時啱講啫，我特登到後尾聽為坐到差唔多3點幾4點才出去困。嗱，俾特登有聽到迄個行路，即係啲塗骹，若是講冇識塗骹，如若是垃圾嘛，你行落去淡黏黏，佢成個你黏起來聲，你就下坡黏咧聲。哦，嚇黏。其實無情下就要黏掉聲，佢幾哩，所以我坐到後尾，我直直頂後尾看，特別無人嘅。因為嗰啲困啊嘛，嗰啲後生困啊，我一人俾換嘅。แล้ว佢時有一腳查某到頭前，一本是比我更加換，特別有一當嘅時，伊 suddenly 嚇，伊七十八走去困咧，唔知做咩事。so แล้ว有幾日當佢聽到佢哋舊衣嘅聲，到底我後尾咧就無人啊嘛 ，house 嗰啲困咗了嘛。所以有一暝是我到隔 another housemate 咧，就坐到 computer 頭前做佢哋，你在 uni 做佢哋 report 啦，做 project 啦。所以嗰條計住未夠嘅，แล้ว頭前有一個佢哋紅線佢哋，你話迄個幾十年前，แล้ว我係 one of the housemate 啦，伊嘅 father donate 我人一個徛掉 standing fan 啊，伊 standing fan 咧唔是轉嘅，就咧即係你 national 啊是山腰是轉嘅嘛，1 2 3嗰啲，伊嘅是拖起去嘅 off，แล้ว1 2 3是裂起去嘅。哦，你 imagine 攞掉線。伊是攞掉唔是？對，攞掉one side 是1 2 3起去嘅，一3。你 imagine 佢哋1 2 3嚇 ，so computer 度喺頭前，我坐喺 computer 嘅頭前，係我係即叫 cosmic 嘅 part 咯。then suddenly 啊，即係紅線我係冇 on 嘅，我按到ceiling fan 嘛都聽嘅。แล้ว伊嘅紅線咧 suddenly 啊，伊 from 即係 off 嘅 position 啊，狂啊，伊走去撲走去燒嘅。你一紅線就到你，你到你見，一直按呢嘛，一直冚嘅，一直冚落冚實冚嘅。對，所以到今朝嚇，我個無明白講做乜事嘅，你看到咗，所以伊紅線一直踢起一嘟，伊唔會就扮咧就固了嘛，伊度噠，伊度見到嗰邊喺度轉，咁我就講起嗰時，我就看到誒 housemate 講，伊手搭啲 keyboard 嚟位，我手撳掉佢哋發位拍開聽，所以伊拍，แล้ว我講。我冇開喎，你講我拍掉字喎，所以我就講條件，我講可能拍掉啦，你拍掉係，我講冇啦，你我就叫我卡去立下卡你插頭到卡下卡到邊下卡嘛，我立未掉喎，แล้ว我講你立看，呢度立未掉本喎，所以我死咗，慘啦，只得我啦，跟住接個俾交 report 嘛，所以我就講。冇變咧，人被糊咧，無夠人就死啊，人就狂咧就。แล้ว我就成日大膽咯，唔知做咩事，我去冚伊咯咋？我去冚紅線。我講你咪查成我人，we have to finish this report，don't disturb us。แล้ว就冚伊啦，講嚟 continue 做。แล้ว前菜做咩幾粒拍แล้ว度。誒，你計講冇話啦，幾？แล้ว講แล้ว冚แล้ว我人就
computer 冚喺度，開本部冚喺度，舊因仲冇走去房間佢。咁嘅節節咧，度每位我三你兩隻房間嘛，所以度每位嗱都係叫 computer owner。我講誒，我諗陣咩 experience 我可以未見兩百都掉，แล้วตัว掉錯咯，掉咩講，รู้諗咩兩講話你俾下死人，我都ตัวเป็น嘅สิ่งเหล่านี้啊，所以冇咯，即係 story 嚟了咯。一舊畢業佢啊嚇，就4年啊嚇。自己我都除掉，我諗有 gathering 嘛，แล้วก็ computer 嘅 owner ก็จะ講 key 之類物件啦。แล้วอีก講啊，รู้ใจ喎，定到嘅時候，我รู้กับว่า講咧嚇，我老豆後尾有講 key 之類物件，แล้ว有一腳打波嘅 housemate 本啊，一直到頭前本嘅，特別伊無換困嘅啦。伊講伊嚇，迄一腳嚇，較少年咧，伊有伊看到物件，所以伊講迄間厝嚇無清氣嘅。所以特別咯，冇講起咧，定到人冇學點會到後面大啊，少少唔解講起。我大一年，伊人大2年嘅。哦。我大一年就走啊，แล้ว我搬去第2年為何？我個拄着本是上嘅物件本，冇別行物件本係幾做，呢種係幾啲。是啦，成 before 你講嘅時候會唔會咯？所以伊人大學邊時，佢講伊就看伊看到幾啦，所以伊是在講是垃圾咩咧？你要講到講個別行嘅物件咯。伊無甲人講起嚇，伊教人畢業㗎嚇，伊甲個 computer owner 講，伊點看到物件，แล้ว伊有一道是伊 accident，伊坐大兵搭波嘅，แล้ว伊兵應該物件做伊。ตัวกเขา啦ตัวกเขาคือตัวหล่อ啦ไอ้ตัวหล่อตัวที่เล่นมวยสุดเลยนะลูกยางกับบุยด้วยวันสามตัววันแอคชั่นนะไอ้สิ่งที่หลอกที่เกี่ยววันนี่so ไอ้ตัว accident แล้วไอ้กองไอ้สิ่งตัวหล่อฮะแต่ที่คิดสิ่งนี้กองฉีกตัวนี้ฮะไอ้ว่าต้องตัวเท่าสิ่งนี้มาแต่ทีนี้เราบอกกันหลังตัวแล้ว so the first year ฮะไอ้กองไอ้ความที่ฮะกุยตัวหล่อจริงจังสิเลย七月半嘅事，七月嘅事，等人七月嘅事。特別假如唔是7月甲看到啦，唔知點做。哦，所以就是7月看到。แล้ว我平常 CMCO 變得出。係咯，是本。แล้ว我是冇看到啦，是迄個紅線袋邊頭先，因為聽到你見過。特別你有看到伊個迄個 button 起來，是你看起來是已經起啊。頭我冇呢段你背頭整啊，成日你唔買到你頭整咧，頭 crop 啲嘅咯，crop 晒。所以你看你個個起啦，等陣我係開換，就免所以紅會生回來啊。所以我第幾日到啊，伊拍開後我本了我未記起就講話是我條菜鏡，所以當然 prepare 啫。OK，等你燒掉先，咩嚇？卡春天啊！卡春天。卡水條，燒掉先。卡水條都安裝白拍電燈嘅，人講啊。哇，小拍嘅白啲啦。嚇？冇啦。做工咯。我諗過上 industry。小拍卡。所以大漢仔嘅白唔是讀冊是白啦。其實拍電燈我計辨識，我唔知點都會看佢意嘅。知咩？係咯，辨識咩？要特登人講教講咗辨計。冇啦，特登人教講係辨。普通嘅數啦。係先，特登人教講普通嘅數。誒，講即係最平就係辨識。我是拍電燈只係辨識，唔使都你會看過意嘅呢。有可能是古仔嘅公司，特別唔知有是唔是想講。啊，對。哇！想加面 medical line 嚟喎嘛？哦，我唔是。我搞上行。哦。等下能看我加面，我是冇管嘅。你看我是一隻咧，台灣大米。台南啊，對，台南大米。哦，台南。好似我嘅胖。阿 John 啊，你食啦，你甲我講，好食無好食 ，because 我本是有買，特別我也未煮過。好食，我捌食過了。你看個炒龜豆，加白醋，加這是我這雞巴，哇！แล้วก็是粒女，哇！你知唔知我阿哥是阿毛咧？你看搞。John 舊你舊假事咯，我冇介，伊有心，所以我免介嘅，即係物件，家己 observe，伊看 YouTube 嚟做我知啊。
我翁啊，我他真搞因的是嘛是请酒哦，我人可以特别去咧 McDonald's drive-thru 买拿嚟quarter pounder 一隻了，一隻迄個搞因請酒有也看我人食呢。呀，哦呀，安扎經濟誒，呀，我 adventurous 誒，安尼看呢？對，我啱啱過經濟是講伊卡travel 時啊，卡老外伊卡 adventurous 的噃。OK， 但最兩個幾個事會講 before 學一個卡吹碰拍，冇卡吹聽，冇碰拍，聽你冇碰拍，我嘅一個鹹水啲啦，鹹水啲。因為伊講去 US 度嘛，我想，因為我個早本都係定拍。แล้ว有時我諗住大宿舍啦，大宿舍แล้ว我大個只勁只勁馬路弄到了咯，就古了阿里berak bakti 嘅頭整嘅就係到想咯，想本我不是定，那邊了喎，就係呀。有呢啲真係古了，人哋覺得阿毛超日本超係咪事都有啲了誒？有呢度係正。對，伊頭前一間講啦，我係你見呀 school 咧，係你有影真刺激，我哋去找我朋友啊，阿妹是伊也蠻真正看真正大間真正陰嘅。咁我告訴咧是大家往做功課啦，我讀 science 嘛，所以我 science 較濟物件做誒。แล้วว่าพังเก่งรู้ไหมเลยแต่ว่าตัวเสียพังเก่งเลยอีถ่ายเองบุญเลยส่วนเองบุญบุญมีการทำห่อสิบุคคลคุณเนาะอาสิน้ำเปียกังมาเปียแล้วสิตัวพังเก่งทำห้วยละแกจิ๋วตัวอีมาแล้วมาสิคุยคุยเดียวเนาะแล้วว่าไงพังเก่งสิก่อนหน้าจ้ะสักก่อนหน้าเตะซาตันวันนี้ล่ะทุกคนจะคือชูจังกันแล้วนะชูจังโอ้他们装的巴士，这巴士好像，哦，这是鸟啊嘞，八件。แล้ว我一暝咧，我做工嘅做到一半吼，我會記一啲困掉吼，伊規個人吊起來咗，伊吊起來咧看到我，แล้ว我就想講伊發夢，我講哎呦歹死咯，因為我會照啊，到等於會可能照到伊啊，有啲人愛暗困啊。你可以照到伊困無爽啦，你吊起來，特別伊個無講物件喎，伊面對條鏡啊，伊看咧伊就困到對伊無講半項啦。然後我想講，伊發夢是係咪咯？然後無讀啦，我就做工啦，功課愛做袂了嘛。然後無提起啊，就教我人畢業了，那教伊教演嘅時，我人去嘅係咪事？有啲朋友是啊，咧伊教我講起，樣我會記無咯。我講話嘛，所以其實講起講，你會記我好似咩啊？有一擺時候，我掉來，我講下時咯，我講我下條路我甲歹勢，伊講無，伊講你在蝦米數？伊講我困咧，伊講有人撿我枕頭。伊講笑啊！伊咪掉起來，特別看我坐喺度頂做工啊！你講看我學過來看到伊，你掉出來，伊個嘛互我驚嘛，所以就。叫做，咁樣困到對。那就叫我實在對，哎呦，刺激咯，又一打那啲做事啊，可能係你物件就是有啲俾我冇看到嘛。你係咪是較輕嘅，所以伊常常就差亂嘅。我小到對我會記得，因為伊困伊是困single bed嘅嘛，一條嘅。然後我是困double bed，特別我困下骹，所以伊逐個吼伊翕我，然後定定掉落水裡嘅，就早我唔知嘛，我才可以。我就可以真正愛念經嘅人哦，Rosary 是講或者即係是天主教嘅念經嘅念珠，念經嘅珠，我都看伊安怎定定拆掉啊！你我無插伊啦，แล้ว就叫我知啦，因為可能定定調查咯，伊唔敢同我講。佢刺激嘅朋友就伊喺你厝只久了，當然冇嘢啊，人多嘢。去過別行了啊！噶，一間啦，別間個有啲，特別一間有影是真正陰嘅，真正舊了。有時本有人掉去死咧，阿妹是講，
原來yang但是掉去時咧講嘅時候，你規個迄個，你規伊 building 長嘅嘛，伊厝長嘅嘛，規個 block 嘅嘛，所以伊講嘅時候，逐個樓聽會到，我真氣。啊，是安尼啦，我告訴你，講起 US， 我想到咧。個別人個別人。我有。啊，來48九。OK，這是我讀伊個故事冊，在古早佇新加坡有上加伊個我咪這是伊個故事講啊，我咪 racist 啊，但係古早有上加無相嘅流氓，伊個 gangster 啊，無相嘅個人啊嘅流氓啊，伊小跑哦。三星啊，三星啊。所以 gangster 有咩話？我羅馬。好像我冇聽過。羅馬是流氓啊！只福建話嚟條有嗰啲字嘅，羅馬就是三星嘅意思嚟。新加坡嘅福建話有可能。特別羅馬佢就唔是真正牌，係三星嘅牌我記。哦，then 應該是三星啊！我都講羅馬係使，因為你邊啲嘅個規則個滾嘅 ，because 都就係咱嘅我哋都個少年嘛時候。我唔係聽佢話，我是少年。你忘記曉？แล้ว係乜字？哦，羅馬。啊，條路你另外係三星，係做新加坡嘅三星。啊，伊個三星，伊個無相嘅 group，上加小牌啊，咪使拍見啊。啊，特別伊是上加廿八人多安尼款，台人小牌安尼款咯。then 因為安尼 ，then 有個人死，有個人上加着台真啊，着傷真啊，自慘啊。then 嘅咩伊個安怎講啊？伊個有幾個陸軍來，幾個陸軍？幾個陸軍。要在外，OK。叫佢已經講。幾哪個陸軍嘅拖伊嘅安怎講啊 ？Still alive 嘅人啊，個活掉嘅人，個活掉嘅人去伊個陸軍厝 ，then 上加 treat 伊人咯 ，then 幾哪個正。hours 安怎講啊？點正，幾哪點正？如果打無來，你就正佢字無來啊，就唔要講佢呀。而家冇 practice 啊。quality 嗰邊差去啊。幾哪點正？第八啦，第八。過了。會熬。有一樣嘅面試到上加安怎講啊？surprise 安怎講？都係驚，叫隻驚，伊叫伊個陸軍咯，陸軍對來時看伊個有一個名稱是有伊個病人無伊個其中嘅三星嘅病人無治療，特別伊有上加一滴嘅血啊，滴血啊，伊上加伊個 trail 啊，伊個血 trail，都安怎講，行出去伊個陸軍厝，伊人都對保護伊個，對啦，伊血啦，啊，對掉伊血一滴嘅血，滴到門口位嗰時候，啊是，伊就對掉伊個血 trail，對了，伊就來伊一個個人啊頂啊，伊個 temple 個人啊頂，啱，個人啊啱 ，then 伊就對伊個腿來掉伊一個 statue， 伊是家己伊個人啊紅講嘅 statue， 啊，伊就看伊個病人死
lie down 安怎講啊？多多一頭開。多啲伊個石酒嘅頭殼，伊個骹伊邊啊，伊個頭前，then 伊個長啊大，搞了掛啲伊個個人紅光手啊，個人紅光手啊，伊度掛伊個個人伊個長啊大啲伊個手安尼款咯，人家伊個石酒是。會看無，安尼款伊個手安尼款，等伊有伊個長啊，都掛這邊掛伊，等伊看伊，等伊到了個講甲咪死看伊個白人個巴肚啊，因為伊個巴肚本地是上加互白人也是多掛有指痕啊，等伊都當容伊人step 過伊個成果。特別即係別人嘅伊種看上加伊拖伊個成伊個 chest，then 上加家己掛伊個長啊大啲伊個石酒，then 都係咪 chest 個特別伊就是講伊叫了伊到醫生伊個落棍度甲伊 staple 伊個wound起來啦，伊個是 then。你講下家己開，然後一等下倒出來，你掉了對，Christmas 掉 ornament 掉 garland then 伊人是 theory 就是講有可能即個白人嘅古早做伊個做上加curse 安怎講啊？公頭。做公頭加一個做刮的哦，開始啊，做刮加伊個個人紅講咯，then 上到互伊包啊，互伊個安尼款佛子嘅小扒 ，then 當今伊輸了 ，then 伊個人紅講上加班尼是安尼款咯。OK， 聊我個故事。即係冇 racist 嘛？冇 racist 即係嚇。冇 racist 啦，冇 racist 講。冇啦，成。我講咪講隔了另一本是甚成嘅。啊，我睇嘅故事是安尼款啦，伊什麼啊？你哋是講你仔啦，另一個是甚成，係你就是 racist 啊嚇。我講安尼款啊。冇，我是講冇 racist。然後OK， 即到新加坡位啦。你是即是 modern day 是較新嘅，是當今嘅，還是？應該是古早嘅90年代。90年代。哇，20幾年前啊。即係嚟等貨你警司叫咩？羅馬，你就係羅馬是一種嘅虎嚟，你就係麻虎是妖咯，是哦。然後羅馬咧是一種較大，羅馬是較大條嘅咗，伊是較長較大條嘅。而羅馬是真係歹死嘅虎嚟，然後伊啲福建嘅海墘啊，台灣本就這，邊啲應該本你係對啦，伊是真正艱苦獵就對咧，係咯，伊個是伊身軀會出一種嘅汁啊，黏嘅，對，啊，就伊就 lubricant 啊，你真正艱苦獵伊嘅，所以福建人就講三成幾食派家事派大漢嘅，就叫做羅馬，對，伊唔是人嘅名啦，伊是羅馬是虎嘅名嚟嘅。我哋反正講話嘅，其實啊，會使我誒寫你看，邊人佢哋話佢哋未使就叫，係咪叫啊？古早人就係拖海嘅人嘛，所以咱有話講話嘅，老一輩人嗰啲有話講嘅，又冇講三聲嘅，又講羅馬。我用係咪配料啊嚇，配料啊，部本嚟掉。配料啊，係咪嚇？到底是？配料啊 ，button 啊 ，leather button。特別配料是頭體物件係唔是？咩？配料啊是十成藝術啊，big pocket， 伊就是 big pocket 啊，要頭體物件係，佢叫做配料啊。係咯，甚至個羅馬咧冇得，甚至個羅馬冇得掉。阿龍，你是講即個湖啊，羅馬？咩湖啊？因為 white screen 冇咩好笑，我確認得你。對。
唔是你講嘅，唔是羅馬是 HI 戶嘅，唔是你吉利嘅，唔是你吉利，伊是 HI 戶嘅。伊唔是 lamprey 來啦，伊是unagi 來喎。啊，羅馬是 unagi 來對，但係伊是較大杯嘅 unagi，伊水款嘅，伊係 GI 戶嘅，咱福建人有 GI 戶嘅，大大杯嘅。伊唔是啦，伊總之伊就是一種嘅 unagi 對咯，一種嘅腰啊。哦，GI。呀，HGI，哦，我見到是個 GI， OK， 羅馬麻糊湯，嚇，要睇佢麻糊湯啊！แล้ว等陣啊，毛毛菇歡迎毛毛菇 ，Hello，毛毛菇你到處啊，是個 travel 個去紅數，毛毛菇啊，我係冇啊。毛毛菇聽到我這新椒啊，這新椒名做較最甜，伊是聽到是多少開喎？嚟講，然後我門口不都嘅路，咁辦？哎呦，多少開安尼大啊，好閃啫！多少？特別攞出名嘛，本來是攞出名嗰種。冇，當然冇多少開嘛，當然多少。我當然夠大個啦。啊，呢個你嚟去。我喺邊個有試過大啲。我看到毛菇是番薯鏡啦 ，small potato。small potato 呢？番薯鏡。麻糊，這未得啊，麻糊，羅馬。然後這都唔是流氓嘅意思。伊是流氓嘅意思，伊就是流氓嘅意思嚟，就是人講伊一種係一個背後上嘅流氓啊！你看一個歹死，一個惡，係啦，你看佢厲害，看佢打下你。這個字唔是他流氓啊，這字，真係字。唔是流氓是另外笑話嚟。一人都得 Mandarin 啊，他。這裡啊，流氓。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流氓迄個音變羅馬去啦，有可能是啊，幾十年、幾百年啊變落來。但係你是你每老人家話啦，應該就是以迄個胡嘅故事嚟講，我都聽。哦 ，OK。呢字是 T O O 迄隻胡呢？哦，good 啊 good。冇 T O O 唔係 T O O 是呢隻誒 ，T O O 係咪 T O O 是呢隻誒 T O O。呢個阿公 good 迄個胡啊，唔是。唔是，你是酸溜哥。你阿公括你上面好酸溜哥，我馬拉仔，我特擺看 video 是伊是一隻腰啦，迄款甜嘅腰啊。呢個酸溜哥嚇。迄個唔是鵝嚟咩？迄個天鵝唔是鵝啊？嚇？咩唔是？天鵝俾落河啊！แล้วทำนี่มันจะ特別阿公佢就只杯酸溜哥嘛。嗱，酸溜哥你是糊啊嘛，伊唔是長長成個轉嘅，關你唔是？哦，伊是糊嘅，伊唔是迄個鵝嚟哦。我想我是鵝。鵝拖煎拖鵝，他們怎麼能講名？鵝拖煎。你怎麼伊講嘅你是酸溜哥？鵝拖煎。鵝拖煎。煎嘅煎無相意思嘅。啊。你酸溜哥唔是鵝嚟咩？唔是啊，又多咯。唔是這種糊咧，特別有可能伊講對咗，特別應該是個細杯啦。伊是有超嘅嘛，時候唔是？伊是拖沙糊嚟，他拖沙係超嘅嚇。哦，拖沙啦，應該是種有超嘅糊嚟，特別伊是個細杯，唔是大杯嘅，細杯嘅唔是。I think 是拖沙糊嚟，我冇學過。拖沙本路細杯嘅。啊，拖沙。特別羅馬是啲海湖嘅，唔是喎，真係成羅馬就係正水湖啊，啲江嘅位，唔是啲海江嘅位。哦，點話湖水掉等者？而家鬼嘅告訴鬼講個湖曉啊，真係。รู้啦，你嘅曉就是佢唔話你羅馬係咪啊？冇，我跌到。沒有未曉嘛，未曉。就是兩個先嘅鬼告訴我 ，because 我有啊，韓國嘅鬼告訴我。嚟講。
特別我就會驚咗，就會驚咯。伊講我大所在是，伊講我大所在是上款嘅就伊告訴，伊告訴裏面出現嘅所在是甲我當今大條嘅所在是上款嘅所在嚟的。所以我即是我當時講我聽到佢成個無幾長嘅，伊是只簡單嘅告訴嚟，特別因為我大啲安嘅款嘅所在咧，我對於主動嘅安排我唔敢講咋。OK。伊是講成個我係一個安尼款嘅office style 啊，用韓國話叫做 office style， 就是伊會做 office， 唔會使做人大嘅所在嘅，做2 in 1嘅咯。數好，都好安嘅所在對，有人大我是大啦，後我上一樓。數好是數啊，都好啊，肯定是會啊。數咧就好咧，特別即個咧甲數無關係啊，即個甲驚有關係。做咩事咧？有一個大波，伊是大啲5樓咗。你大啲5樓，你一般是嚟大快久本咧。好像伊暗暝困到半暝2、3點啊，伊會聽到行路嘅聲咗，伊聽，伊看到天花板就講，哎呀，夭壽，嗰陣時樓頂就是安尼大力行路啊，所以聽到啲聲你未好笑，未困咯。連續真係濟暝咗，所以講我都特暝啊，你來個半暝。2、3點咧，伊就 start 行路，伊是行路大力嘅行路咗，只咁聽到就清楚是有人行路嘅聲咗，所以就將起個啦麼咯，伊就打電話伊嘅厝主，伊甲厝主講，但係厝主咧嗬是規棟樓嘅主人嘅咗，伊唔是簡單，伊迄個一個 unit 嘅，是規棟樓本是迄個上一個厝主嘅，伊就甲厝主講咯，講我是迄個503，迄個大啲503一條，係咯，我當今都知咩事哦，我半暝3更啊，常常暗暝3點幾啊，啲天台樓頂真亂嗰陣，人啲行路嘅聲，噼噼噗噗，滴滴篤篤，啲行路嘅聲就驚別嚇，伊未困哦，伊是點點困了，紅陰 start 行路嗰度3點幾嘅，伊就甲厝主講啦，厝主講，唔對啊。如5樓迄一間樓頂是無人住，那空嘅，我無睡出去過咋。後來伊就甲厝主參詳講，安尼款真奇怪，無人住喎。你講有可能是啲迄個外口嘅啊？係安怎講啊？無厝住啦 ，homeless 嘅啊。伊就講。伊頭走自己講就係講無人大嘛，一間空掉嘛，所以伊嘛頭走自己裏邊大，有可能我都講。後來厝主聽到都嫌疑本咧，厝主講，特別我當然我無啲，我當然我無啲檳榔啦，伊是過呢個數啦，我當然無啲檳榔，我當啲 KL，無得翻嗱，我學攞佢哋每嘅password，你家己自己裏邊去搞我 check 啫，因為我過呢個是用大號碼嘛，伊學 password 了，伊就去樓頂咯。伊厝伊房間嘅對準伊嘅樓頂嘅咋，所以話起去咯，叮叮叮叮叮，伊開門啊，裏邊是完全空空嘅咋，清氣空空，無人住嘅款咋，完全無咋，所以奇怪講嚇，無人住，有可能是半暝3更甲走一個困呢，特別伊規間厝空空，下面物件本無，死死角角，無人困過，無人用過款咋，伊就嫌奇啊講，是唔是？呀，是唔是無清氣嘅物件？家己心裡本嫌奇啊想啊，是唔是拄到無咩清氣嘅物件？韓國人有咩想咩？你講韓國人無咩想鬼？有肯定人本嘅，較少啦，因為樣無咩相信嘅，有肯定人本有嘅，因為樣本相信有鬼即個物件嘅。係咯，伊就打電話攞嚟朋友，伊講住啊，無人見咩？嚟我厝嗰邊困啊，有可能是唔知是唔是我困無好時啊，過嚟啲無好咧，我家己聽到嘅聲，嗰時大人本聽到嘅聲，我唔知咩，伊嚟 verify 嘛，對，伊咪 confirm 就因為叫攞嚟朋友嚟咯，攞嚟朋友嚟就解白困咯，係啦，白上班，係啦，做物件冇聲冇關係嘅，伊講特別暗暝我困啊，3點幾嘅嘢嚇，伊個 start 行路嘅時候，嗱就成啊穿啊咪困咯，困起了，咁3點幾，佢就睇到行路嘅時候就。咪請起嚟咯，三個人請起嚟咯，就伊朋友我伊請，伊朋友我伊請，伊朋友講，喂，行，咱出去外口，我做咩事嘅？行出去外口，我做咩事出去外口？咱去樓頂 check 下，我咩，行，扣你物件，當然出去。你準備走啊？即係
就被找，就被找你被 hack 把件，拜把件，拜，係了，伊就講，伊朋友叫伊請我講，會使人白白出去，當然出去人去人濟所在，我甲佢講，伊就叫物件，緊走度，帶朋友出去咯，緊走，叫伊白白去一個有人嘅所在，然後甲佢講，佢講，你咪去樓頂去食啫，免，你對我，你聽我講就啦，行，靠妹走啦，咁你去到人濟嘅所在啦，伊就甲佢講，你一間厝啦，我感覺你是等於一棟樓啦，你最好是咩就早起你都好搬了，放大一點咯。做咩事咧？你聽到嘅聲啦，唔是樓頂傳落來嘅，是你房間嘅聲嚟。做咩事咧？係你鬼倒頭餅跌你嘅天花板。我所以大咩聽到嘅聲，是一家己房間嘅聲，哇！一聽到你講述，我哋 office 你講述啦，我無幾慘。你講嘅時候，我家己 imagine 到是我房間嘅。伊講嘅，伊講嘅 pattern 是樣嘅，佢哋 office 嘅 pattern 可能唔相款嘅，所以我都係是 one of those 啦，所以伊形容出來嘅款是相嘅咯。你講古靈怪字，你講。我同你講，我陣間你又講。但係我唔明你講述啦，你講述啦。boss，我唔明你講你 office style 係啊，是，伊是。當然我到底為咗弄花啲位咯，特別你講，這是伊嘅 building，伊嘅這一棟，伊厝是有人出來做 office，有人出來住。對，伊是就是講像一棟樓，伊嘅 business registration 咧是會使徛嘅，本嚟會使做工嘅。所以我上一棟樓裏邊咧，我就櫃擺，我 corridor 櫃擺咧，有咧。有佢嗱嘅有咩事？有你是 office 就喺外口要一個擺，帶掉伊嘅公司嘅 logo 嘅。特別伊是無通啊唔對。你 imagine 是較靜哦，你阿妹是較靜哦，甚你厝頂較濟物件。對，阿妹是較靜咯，阿妹較靜咯。所以你厝頂是較濟物件，到底掉咯。特別我較濟 office 啲2樓3樓咯，4樓起嘅嗰樓本是徛嘅較濟咯。對。係啦，我樓頂是有人住嘅，我樓頂是有人住，所以我冇驚。樓頂是有人住嘅，係咯。意思講，你講，你朋友，已經搬走啊。你朋友冇，係只間伊嘅朋友是，即係是伊在，伊是看到係是。伊朋友看到，伊朋友一道紅險聽到聲啦，開目睭猜啦，伊朋友家己向近，家緊叫伊朋友了，叫伊請伊嚟講，就出了，如果我做咩事咧，交出掉了。講阿 K 樓頂 verify 就免交出就對啦，因為伊朋友甲伊攞嚟，伊外口來嘅一個朋友看到伊甲伊講話點聲，伊家己是看到迄個物件佇天花板對倒台邊行掉。哦，really，所以你緊好搬了，賣大了，迄個聲唔是落樓落來嘅。我聽只驚只物件，咱逐擺行幾人講只驚是上怎？問你目睭冚了嘅事。一紅險開目睭嘅事，但是你看到咩物件，係你是第只驚嘅物件。成個坐電梯本上，我頂到去大係你嘟 hotel 度啲吉隆坡嘅事，伊頂到是 hospital 嘅係一間啊。然後我咪時常我梗係驚，我起嘅係你時，伊個電梯門就是只開，我無插住人，啊下面我就看到物件，我是驚咧，我是感覺到啦。是人還是鬼咩？我是驚。但係你個人長 A 嘅時嘛，像洗頭毛嘅時啊，佢咪照洗開目睭時，一紅間最變劇到你頭前嗰啲。我 imagine 咯，成個講你困了時啊，阿咪困啊，目睭就開起來，看到你天花板裏，就隻物件掉到邊，白，到頭邊啲鏡咯。John 啊，咪係咪數啊？冇，話你 camera 就一個啲 focus 就到你話。嚇？哦，我係哦，感謝。哦，你是看你玩學 phobia 啫。冇啦，我食了。你咁樣就好低，你好低你冇咁講，我唔知喎，你好低咩話？我知佢以為去玩 camera。嘅話哦。I mean 讀把 YouTube 冇啦，特別讓participant 看到。Because 我開 turn on 啲 camera， 我 turn on 啲 camera 變做 switch 嘅嚇，呢 OK 啊？阿咪最近四百九每晚阿咪叫我名啫。如果那時候上架國條啲電梯啦，then 紅險伊個來按怎講？伊個
天花板，天花板，唔是，會伊會冚頂紅香開啊！如咁晚看到鬼，也是咁晚看到神堂鬼。鬼啊！你講 familiar 嘅 questions 嚟啊！講鬼先會嘛，古仔。一種每個，不問每個人。嗰時看到鬥嘅，我看到每我就鬥嘅掉咗。你看得未見啦？我第一好似你講啊，只係鬥嘅。我都冇試過隻鬥嘅，安怎呢？隻人冇試過隻鬥嘅。我是真正暑假隻鬥嘅。我冇食，我炒粿條，我免夾鬥嘅，特別以後嘅鬥嘅我食過了嘅。我愛夾鬥嘅，鬥嘅較濟，韭菜較濟。我唔夾鬥嘅。韓國嘅豆嘅真好食咯，肥肥地地啊，成個係你白辣啊，嚇，伊 depends on 係咪菜啦，伊有一種嘅菜嘅豆嘅真好食。我聽講古一部啊，我告訴淡薄關係，就是呢邊咧我就聽過人講一個物件咧，唔知是南西講嘅，還是一句話，伊講你聽到魚嘅聲啦，其實是見嘅。我即係見嘅聲是魚嘅。沙拉瓦嘅人講啊，苗苗下沙拉瓦係。沙拉瓦是叫，有時你聽到迄個聲是講，它是有就，你即講哇隔壁厝介亂呀，迄個若是講是鬼嘅故事啦，迄個混嘅聲其實是佇你真正挖路嘅所在嘅，你聽到挖嘅聲是，即是真混嘅，因嘅 dimension 都大邊嘅。明白。所以但是你聽到有時個人佇講路阿咗，你實是做山頂落來嘅聲啊！若是鬼嘅故事嘅話啦，迄個鬼有可能是徛喺你邊仔叫路嘅。係咯，我叫路嘅咧，有可能是啲真正混嘅所在，因為 internet connection 嘅快。即YouTube 嘅 chat room 嘅人故意用個係咪是紅險？紅險是 suddenly 冇掉地，紅險冇掉地。等人安怎寫？風險，紅險啦。風險 ，suddenly 咯 ，suddenly 突然間，唔是。你風險啊？啲，唔是風險啊？啲，若是講你啲被 insurance 啊，你講紅險，你紅險，即係紅險。哦，其實講嘅，就是講，因為迄個紅險就是 suddenly 發生嘅物件嚟嘛。Something that happens suddenly, right? To avoid suddenly, you must buy my insurance. To avoid sudden incident 啦。OK。就種都條後面紅險嘛，其實係講嘅。別人個嘅鬼嘢告訴我，別人黃師佬聽。What's I try? 你使 try？ 講啦，嚟靈魔。但我because 我較緊張嘅。就是，你慢慢講明緊張。這是我評估我去做咩 retreat centers 啊。retreat center。成地呢？成我講啊，短期出家咁樣。暫時出嘅。都會笑啦。做會笑，做你講啦。等陣我問你 camera 係實個路冇？你個 link 嘅我有佢啦。你 OK，冇你出頂講，看到你出頂嘅，你講。link 咩都明。等陣看出頂冇咩？唔係看出頂啊，看到啲白係頂。你聲。你咪肯講啦，我有咁驚咯。你紅事啊？你紅事肯定起3號會紅險，你後尾紅事。係啦，後尾 stand fan。肯定起3號。你攞看到啲紅事食啊，攞上起到哆啦 A 夢咯，要食成啊。藍色啊。成個哆啦 A 夢嚟食嘅呢。OK， 嚟講，好你 try， 講幾個事。我嘛寫是一禮，即是寫一禮拜嘅寫course 叫咩？一禮拜嘅programs 啊。So 乜嘢嚇？你講一次啦。了佢後嘛是
開始出嘅種啲 program 去 experience 咯，去學緊我俾佢講 experience 啊，去經驗咯，去經驗即冇得，即回想嘅哦，你去出街啦，暫時出街。啊，暫時啊，一禮拜咁啦。啊，我知道，當然 holiday trip 啊，邊兩位啊？啊，幾歲嘅還是你？哦，幾歲？14歲。哦，少年呢？你是做咩事要去經要去安尼暫時出街咧？是你厝內人叫你去，還是你家己揀去有興趣？我唔敢講嘅，講真成日講我無情線嘅。啊，是厝內人逼你去嘅。冇逼啦，冇講逼啦，只是即經驗啦。依家經驗，有啲人會學生經驗去camping 啊，有啲人經驗即 homestay 啊，經驗出街啊。哈，這是到邊嚟揾啊？出街到啲邊嚟揾啊？這是你係咪？我哋講嘢名，唔係講嘢名。嘟啫。你Mahindra 嘟啊？啊，Mahindra 嘟就講出嚟。Mahindra 講句你名出嚟。Mahindra 其實依啲 recruit 只歡喜食爽嘅。啊，伊是少年㗎啦，少年人㗎啦，是參冇上去人。冇上咯，我看有中二，你聽即係叫咩啊？冇叫老啦，即係叫咩啊？哦，成個我你肯去啦，40歲啦。哈，中二啦，中二。有我是即是應該講被節省嘅嘛。嚇。往6點就會起來節省。但係你曉節省咧啦，你記落來，本都冇可能講14歲叫你去啊，你家己曉節省嘅嘛？我即那是啦，我都唔知叫節省啦，嗰個白路我唔知節省是。你有假路啊？啊，你剃毛？剃冇得啊！哦，咁歹看咧，有笑嘅。歹看啊，小英幾好啊？冇小英啊，就係可以啊。當然你冇凳啊，定多時冇毛啊。這是到 Europe 嘅東西。OK，係了。了嘛是節省咯，了一樣有啲特登去啲好位去，其實總去啲位用在啦，邊有啲好真水嘅好。後邊所講咧啊。這人我發陣時了早起時嘛，了有時去聽寫師傅講經方聽是唔對咯。了這是我佢嘅 own experience 嚟啦。我嘛是坐了聽師傅講話，你講嘢，我唔多袂記講個物啊，我真有用心聽講話。你是小白物件啊？ADHD 嘅物件過來啊，了嘛是聽，我看下咪感覺你阿妹有一大堆人嘅嘛，你永遠都看無啊，我邊個頭看嘅是無人嘅嘛，你感覺有人來看你嘅嘛，就有一堆嘅人嘅，哦一堆啊，咁是睇啊，幾多人啊？你感覺有人啊？你感覺有一堆有超嘅人啊？哦，唔是一個人看你，你感覺是一堆人看啊你。你感覺毛毛啊？你阿妹就想人上你，還是看你嘅感覺？哦，可能 experience，I think 應該有 experience。我講句，我冇明白經驗過，特別我有一道嘅時候經驗，我只一人講你 rasa 就成個人寫，到底阿妹上你啊，你特別喺邊去看，可以感覺嘛？對。我嘛看咯，對啊。然後我想阿妹有人嘛。如果阿妹無面，如果講自家阿妹未，我會驚講舒服咩？我會愛嘟咕安尼。然後嘛看阿妹有人嘅嘛。然後嘛問我朋友講，誒，你講感覺你阿妹有人上了你。然後我有感覺有一個感覺講，有人看了，有人。真正遠啊！你感覺你有一個 distance 啊，但你感覺佢是有人啊，了。摸嘅感覺啦。last for 一點鐘咁咯，有佢後佢冇嘢。即是你坐了線時感覺到啊？唔是坐了坐線時，你開咗目睭時，你聽師傅講話，然後你感覺到有人
哦，嘿，我捌講過咯，就是我講有人講福建係咩事，人係你靈魂啊，你鬼就是過來聽。即我唔知啦，我唔知，我家己嘅經驗圈，我是講有感覺到有人到阿妹聽。我跟你講啊，我哋都會叫喂佢哋啲做就嚟講，佢哋 exchange 哦，到處什麼嘢，所以你去佢哋福建嘅佢哋咪成大波嘅會，然後人去效應嘅。對，然後效應咧，伊就是特啲咧等，伊樓卡是只兩闊等嘛，然後讓特啲包括你翕效應出來啊，然後那時候就讓你 activity，特別伊翕效應翕出來是讓看到有成個鬼魂一人坐掉佢哋，佢邊會聽好勁嘅，伊是白白透明嘅咧，特啲效應嘅。好，伊人聽嘛是好事來嘛。是啊，就是講伊人是個聽，所以人就坐到後邊聽咯。是講伊翕到，伊是看到，然後在那行咯。哦，是啊，我佇那間厝嘅時吼，我聽到我隔壁房有一個90歲嘅翁哥嘛是。過身咯，我嘛是開迄款大悲咒啊，我家己聽。我朋友罵我，你講你啲老君厝聽大悲咒，你唔驚鬼啊？我講無驚啦，做咩事驚呢？我你是講聽心嘅平安，特別有了。我媽母話講過，因為我有當時吼，因為我唔是宗教，唔是，我唔是拜佛啊。特別我就是個聽你無相嘅咧佛教嘅經嘅啦。特別我唔知講乜嘢，我是想啊，伊個聲成個正樹頂嘅，喊哪我啦啥？你我嘛講，你白嘅咧，你鬼也是過來聽，想attract 人嘅人講，我嘛講。我講你啊，sorry，冇事。等陣，講。你講了先，我會講 chat room 嘅。這是第二類是，這是我厝嘅人感覺啲，我講。定估去。我就講喎，即係家邊人無經無關係啊，你家沙拉瓦啊，你嘟啦，即係沙拉嘟，沙拉嘟，沙拉瓦唔係見打隻架，你會講？沙拉瓦唔知得位啊，叫喵位喵，咕嘟，然後一個咕嘟都先聲嘛，然後嘛隨下你，你在沙拉瓦嗰邊嘅，我咪講，我就講個烏魯喎，但係沙拉瓦嗱佢咩變咗嘅。你見？你話講沙拉瓦一嚟烏魯嘅所在，烏魯嘅所在咯。沙拉瓦貴咧，沙拉瓦嗰陣就烏魯係，你看到是所以。你知啦，沙拉瓦就烏魯嘅嘛。你好。成啲你沙巴你見下白樹長斜啊啲話有 WiFi 嘅。OK， 咪講住ADHD 來，你看到你這家己人到底孤獨做先生咧，伊到底烏魯嘅較烏魯有樣安反正我學鬼查亂。安怎查亂？伊說伊厝是攞珍寶，然後 I think 伊個講過伊 furniture 嗰啲是 included 啦。伊嘛看電視機哦，阿妹是，然後像阿妹像徛好一個查某安尼嘛。伊是感覺到啊。感覺到啊，但伊講伊看啦，伊驗者，伊是看像白白嘅影啊。Just what message 嚟？伊啲白色影，有時講有感覺就是查某啦，因為。我唔知意思所，但你感覺到伊會感覺到伊啲查某嘅 present 度邊，然後徛了，達到伊做下面，伊本有徛了廿尾嘅，一間厝呢，但係一間厝伊感覺到。我係想問，如果這查某做先生，伊話起來轉工喎，這個事。外國啊？我聽到有一個查某來講咯，伊。有影我是做先生咧，伊有去沙拉瓦，咧是伊談到一個 quarters，然後伊對咧，在伊講伊唔知伊話講是個對厝是看到，伊唔止講 feel 到咧，伊是看到嘅，看到講即查某穿白衫，
啊，差唔多像哦。I think，這是隻古嘅故事嗰度，都會記咩？我真不知道。哇！這是因為下一年才是我叫我過嚟講榴蓮魚啊。哦，呀，哇，這裡榴蓮魚嘅故事。這而家 Wikipedia 就看這裡學我地圖。我地圖嘅 memory 真係好啊。伊是邊咧學嘅你 Wikipedia？你啦呢，就是。有啦，做面一直做膠嘅哦。冇啊。我會記起來無要緊嘅物件咧。應該是地圖嘅嘛，一地圖有一個網嘅嘛，有一個 network 嘅。哦，你會記起來無要緊嘅物件咧，你叫咧呀，即係會記起要緊物件我未記嘅。Sorry 啊，怎樣講？我啲對都聽話對啲正阿寶。冇啦，我冇聽到對我知。聽咩？你有冇報名俾你講咩話？你講咩你聽？講到聽話對。哦，聽咩對？哦。嗯。我冇聽到對。你即係你大嘅你 logic 都唔對咧，人就覺得講人白記物件啦嘛，一看到你到你個可能會記，一就是白記啊嘛。白記我講到原來二，我講原來二啊，講去正有一聽話對。超神話咯！你記羅馬係咩意思啊？等陣你記不落嘢喂。誒，等陣，我你過嚟啦。係啊，定時定到 ，because 定到嚟過嘢嘛，只看見啦，定到見啦時，所以當見。伊是叫伊過嚟，咁有可能而家就是伊過嚟咯，有可能。誒，用嘢伊講咧，我想起有時咧，你看你人就伊就住嘅歌叫做榴蓮魚，我想起有到有喺你個。伊咯是定到是伊來細漢時，咱咪講是撞啦。你講咧，我想起有喺你人榴蓮魚，誒，我估計記到啲古仔 episode 嚟聽嘅。哦，誒，你除掉咩 episode 先咁我講啫？啊，我除咗啦，這個。未怪伊驚，未怪唔敢講伊驚，咱在嚟講定到來是咩？OK， 等陣我俾講就俾報告啫。到底咱嘅 chat room 為何？冇啊，冇19號。冇俾咗19號。OK， 條嘅19號。然後咱嘅即 YouTube 嘅 chat room 為啦，同埋我講梅紅即係紅險什麼意思啊？你故意，伊咪做故意用啊？故意用，伊講伊是南方嘅福建，伊講伊人是講虎靈間。我成日講可能間，我頭先時時講可能間。你有講嘅，你有講虎靈間本嘅。虎靈間，係咪你虎啊？忽然間啊，忽然間。咱講突然間本嘅，突然間咧本講本嘅，特別較少。而家虎靈間，而家頭一擺聽到人講紅險 for suddenly， 所以梅啫梅咯。誒，個講梅講你得落去，而家是。一半加林波人，一半馬拉，不，伊到底加林波，一半馬拉加人，一半是做好嘅人。馬拉加福建，英村福建，你講？英村是泉州。教我上塊，我不是英村福建。哦，嗱，嚟講者，讓叫拍口者。忽然間，嚟你講你故意用。嚟你忽然間故意用間道具拍殼，忽然間，佢哋下個節啦，下個節我會請南方嘅福建話嚟講，嚇，對，下個節我有準備一條啊，準備一條，哇，亂嘅了啊，少年嚇 DJ 嚟，哦，對，因為是馬來西亞出名嘅 DJ 嚟，哦，一個啲了啊，家是你電台看車電台聽到嘅。DJ 嚟，你咪講正，但係邊度學嘅是嘅啦，嗬？咱是嘅嘛，咱是正咩？咱正，咱嗰個好料，咱貴式 international， 咱國際嘅喎。阿勇啊，要得罪幾個人了？哦，得罪咗阿貴人啊！我係macro。剛才我講到類嘢啊！不，榴蓮魚，等陣我被請到對，成個欠忙嘅咧，我被請到對即係卡吹聽講，卡吹聽，你講，個陣你講，哇，你講，我哋真係 echo 啊！聽到，我嚟講 ，hello， 哎呀，哎呀，仆機，
搞到落海。哦，你放到你聲到啲你 headset 還是到啲 speaker 出來？我對係咪比較什麼分？到啲 headset 到啲 headset Bluetooth 出來。啊。哦。我轉緊有啲會。是咪浪冇聽呀？我係背到幾多會咧？啊。我聽到 echo 啊。你調你 input， 哇！你 input 話 setting 啊。setting 應該係搞笑面。冇喎，冇聽話喎。啊，冇聽話。哦。咪叫我咪講話咯。你講。OK。我點。你講。我冇聽話。我未食咯，我係最食mix up 啦，我歸納嚟特別。就馬龍講你後條講你樓頂嘅啊，哦，我係厝咧，有發生過奇奇怪怪物件本啊，所以我有飼狗啊，古早頭是有一隻狗，所以嗰一隻貓嘅事，แล้ว我達到嗱時我去 trip 啊，去到位後我係俾 toys 啊，我係狗鐵圖嘅對嚟，แล้ว有一粒紅色嘅球啊 ，rubber 嘅啊。我豆豆計鐵圖叫掂嚟掂掂嘅，所以佢直接咧，我半段計鐵圖啊，掂咧，我就計講我攞到 play 嘅，我所以攞計佢啦，所以佢就冇插我咯，แล้ว就掂你叫走啊，就冇佢鐵圖喺度看 TV 啦，แล้ว我係厝嘅 structure 咧，就是嗱是講我就叫翻坐條啦，我係對面平時我係 TV 咯，我 TV 後尾就是一房間，แล้ว我坐條嘅 position 係直接咧，我是看到我嘅房間嘅 entrance，แล้ว我就看到我嘅狗咧就坐到我嘅門頭前咧，就看到我嘅房間門，แล้ว就冇看到房間門，就冇做幫下，我就看到奇怪嘅出邊，就坐到看房間門嗰樣。那 suddenly 係一隻紅色嘅球啊，到啲房間門邊啊拎出嚟，แล้ว我就笑，哇！我係有安尼 smart 咧，夾狗係咪把佢啲圖叫實嚟實去？我就走去房間看隻貓，到底是有咗 smart， 即係嗰啲直覺到你嘅實力叫出嚟。咁走到房間門嘅時候，房間裏邊啦，我冇開開嘛，阿妹啦，我冇到房間裏邊咯，我冇到門口，你喺度叫咧，唔知做咩事嚇，安翻練出嚟。我冇 answer 啦，叫做你冇 answer 啦，所以就晚就聽到後邊講嘅 story 啊，แล้ว個接落去啦，我喺房間咧，我達到困啦，有一班嘅時候，半暝差唔多1點啊，就聽到有佢哋成日咚咚咚行落聲，到樓頂嚟啦，不過我達到聽到講，佢哋白骨嘅聲，你是有 scientific 嘅，佢哋會使 explain 嘅嘛，會使解釋嘅嘛，特別。一特咩就是迄個點聲來嘅咋，那個行落，即直接是我就突然咧，佢都直接做落我哋困，所以我迄時有一個friend 在厝啦，我就講行人去樓頂食後嗰啲自助對面啦，就係講者佢咪喺度亂，所以半暝差唔多2點啊，我諗就搭起樓梯咯，就後尾因為我諗大骨環啊，所以就搭樓梯其實我哋免等 lift 嘛，所以走去邊。頭頂嘅厝嚇是我媽咪我就冇啥是冇人住啊呢個，แล้ว佢嘅隔壁本身是冇人嘅，แล้ว就奇怪咯嘛落嚟咯，佢直接嚟時就打電話去和 management 啦，講你大人去個樓頂人講就講買呢亂啊，但係佢咪就是喺做亂地盤，แล้ว係咪所以嘈啊講，你是冇阿街都同佢試過碌就是嚟嚇我，頭頂就冇人住。就是就可能冇人做咯，因為初教導我去解決呢啲厝嘅，我都唔知頭先問我人做冇人做，我唔知咩，就錯我咯，錯啦，我較無上線路啊，所以直接咧我就去做工對嚟，辦工我嗰陣時被動，我就頭坐 lift 啊，頭去樓頂去看，唔係是冇人嘅喎，特別伊亂到我冇去插伊啦，所以伊無亂嘅時候我感覺較奇怪咯，特別伊樓頂啊，叫要有當搬出搬入啊，幾若間換。無相嘅人嚟大了走，都唔知咩事，冇見門嘅。แล้ว特別我厝嘅本無物件咯，都無拉生嘅啲咁樣，是奇怪。แล้ว我係
聽未到啊？echo 個有誒，你 try 話你我看伊 speaker 呢。誒，你我特別只看到我個看到伊，哎呦，等陣 echo 等陣，你 mute 掉聲，你 mute 掉聲。我會講啊，即係伊 ，I think 是伊嘅即係 AirPods 是你 AirPods Pro 呀？我看伊是 AirPods Pro 特別，我忘記冇人嘅 problem 到底係呀嘅。了伊我個看到伊個 Apple Watch 我妹妹看，你會俾線定話 iPhone？呢 topic 唔是 Apple 嘅 topic。嚟講下。都係 iPhone 啊。你 share screen 誒，冇聲。一冇聲啊！啊啲你 battery 定台了嚇？日本家係三秒仔哦。Echo 嘅咧。我是日本囝嘅 Echo 嚟講，你唔是伊嘅 Echo，大媽。日本囝冇跟住嚟呢。哦。咁咪攞住嚟呢？哦，叫我。日本囝你就係叫運用啊，運用啊。冇俾妹，即係 Google Meet share screen 又有物件俾會讓 judge。share。誒，我換即係 headphone。OK 啊。我換 iPhone。我每日看，我看到你隻 Apple product 嘛，所以我每日看到俾線 iPhone。我想愛咯，見到啲隻突然咯，伊都冇係咪改變嘅款？但係你當然話咩？當然你用啲咩？11 Pro Max。啊，仲冇小 A camera，即係in body image stabilization 喎。呀，tapi 都冇當今日都冇安尼 attractive 咯，我唔知啊，各時嘅。我愛。你個成日都幾個數據講個 Apple 去。我特登你被打喊那個都打過先嘅 show。我有一個幾個故事，我有一個把盧卡想到呢。嚟講。我家講你被一部幾樣 show 你唔見。OK， 我哋講咧，我厝有一個小米 CCTV 啦。你係看 show 未？你 show 未當game？我係 show，因為我show 啦。我講 background。我講咗聲下，OK。我幫咩有開啊？大家開 auto monitor，成日有 track 嘅物件，家己 auto 落嘛。我特到時半暝12點到6點我會 set 嘅啦。呀，我有翕到淡薄物件。呀，我是 suspect 是綁嘅物件啦。哦，啲個奇怪淡薄，特別你看下，等陣。哦，我 share share 掉啦嘛，每個。你 present now 會。OK start broadcast 咯。present now。我用 iPhone 看喎。iPhone 係做 screen share。我看到有一個有。冇。冇啊。三六三都燒掉啊，望袂記啊。OK。你靠嘴聽啊！你使照你 camera 去你人到底你當位哦，當哈哈較中係嘛哈，冇被看到你。哎呦，日本嘅哎呦，我 try 先啦，我都冇 send 何 John 啊，叫 John share 啊，我冇，我都知道，我冇嘢，你冇玩 WhatsApp 啊？我冇嘛，唔要緊啦，我。豆嘅有，你叫豆嘅 screen share 啦。OK，我 set 得錄學別人講我。好 ，OK， 你做。OK， 冇問題。嚟同垃圾嚟。OK， 呢個是1997年啦。喲嚇。我喺 bank 做工過啦，係特別我唔是做較大粒嘅個啦，所以我冇家己 clientele 事實上個人嚟啲 bank 啊，較。無安尼借鐳嘅啊，凊彩他們人不要緊嘅啦啊，我是遐一種啦。了只借迄個袂曉無咪曉講阿莫話人啊，暑假來找我 ，because 我當真伊人啊，
我无看衰伊人了，伊人嘛是真暑假来找我。Anyway， 有一天人啊，伊是越南的啦，特别伊是大一个，唔知是唐人的 restaurant 做咧 chef 啊，做装鋪啊，做裝鋪。了啊，我甲伊本是講阿莫話 ，because 我袂曉講越南語啊，了成加甲安尼 action 來 action 去安尼款嘅啦。了我人啲 bank 做工嘅時啊，到你做物件了咧時，你特別問迄個 customer 啊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today？ 我嘛是問伊咯，伊就講有咯，就我嘛問伊講蝦米物件咯，伊講你捌 Ghostbuster， 伊講有啊個，呀，啦，我就想講，伊唔知是講阿莫話咧，講咧無準啊，我แล้วติดมืออีแล้วก็ What do you mean Ghostbuster แล้วไอ้ติดกล้องไอ้กล้อง catch ghost อันนี้ว่าน่ะแล้วว่าบัวมีเอกีแล้วว่าตัว想来想去แล้วว่าตัวมืออีแล้ว like มืออีแล้วไอ้ตัวกล้องสีละว่ามือฮามิสุไอ้กล้องอีชูอุกุยแล้วไอ้กับว่ากล้องแล้วว่าก็สิเก็บปอกแล้วก็มือแล้วก็ลูกสิไอแคทอลิกก็สิลูกไอเลยบูดิสต์ก็สิเลยฮามีกลิ่งอะไรล่ะอีก็อีโบชับอีสิโบ religion อีโบ相信เนี่ยแล้วมันมีอีหรอว่าก็ลูกน่ะสิโบ相信 religion 嘅人啊 usually สิโบ相信鬼อันช่วงนี้จะ講你做鬼อีก็ because อีไอเบอีชัวอีเบชุดรู้จักแล้วมาไก่講我講ลูกน่ะสิเบชุด啊唔是講你做鬼嘛แล้วไอ้ก้องรู้聽ว่า story แล้วก้องอี story ว่า聽啦อีเหตุชัว because อีเบชัวเสียว่าพูดกับตัวอี mortgage อีเหตุชัวสิ迄個 starter home 像新嘅人買啊你看無講真貴啦แล้วอี是特嘅人大嘛伊無夠錢嘛แล้วอี睡อี房間啊是大家有嘅人啊大家讀冊啊แล้ว若是講來大3個月4個月啦一人真正好嘅伊就互你大咯，伊無甲你拖累啦。若是攞開130塊一個房間，一本收你可以做這，伊就收咗去。แล้ว伊真正個了是迄個新的 immigrant 啲越南啊來嘅啊，我本無問啦，唔知是 illegal 啊是蝦米。แล้ว anyway， 伊甲我講 ，usually 是2-3個人打波大呢。แล้ว伊甲我講，我知啦，我人是打波啊，是唔是講甲無爭無半行啊，特別無垃圾就對啦。แล้ว我問咯，伊講。伊講你知啦，我人嘅翕邊會有啊，我人大病，我人真濟物件，我人知講伊加錢是偌濟嘛。伊講翕邊嘅厝啊是古早是阿個是140千安尼看啦。講啊，我類是唔是講真濟問題？我你人甲我講 advertise 140千啊，我甲伊講我愛賣快啊，我無用啊，130千就會使啊啦。แล้ว130千迄邊嘅位啊 ，usually 啊2禮拜呢就是搞掂啊，就你一個假日拜6下啊，拜1啊是賣了嘅。賣啦，平常時。平常時啦，แล้ว伊賣出喎，伊賣出了是伊即是第3禮拜啊，賣出啦。แล้ว你 real estate 嘅人啊嘛，甲伊講咯，無定着啊，你厝看了真空啊，人看了無暑假啦。แล้ว人買別人嘅厝，伊講。落愛落哦，伊講 OK 啦，落啦，伊嘛是落加125咯，佢無人買喎，因為佢過咗2禮拜啊，伊就真閒了啦 ，because 伊愛搬去多倫多迄邊嘅位啦，แล้ว伊就甲你人講120千會使啊啦，120千會使啊啦，แล้ว120千佢無人愛買咗，แล้ว我問我講是唔是真濟人來看？伊講是真濟人來看，特別啊無人買，我講安尼看你愛問人。做咩事 feedback 嘛？你無你個會進步嘛？你咪是會改咪處咯。你嚟 real estate 人家基本袂 understand。伊講伊每隻人講，我看伊厝是 OK 是像 ，because 迄邊厝個了是像款嘅，伊個款是像嘅啫。你做咩事人買別人嘅厝，人買買類厝啊，佢無囡仔無半行啊，應該是更加好過。了伊就講伊唔知，了是伊有一個朋友來咯啫。伊講伊朋友感覺伊厝有鬼 ，because 伊是迄種會看到鬼嘅人嚟。伊甲伊講伊有鬼咗，你問伊講是大波鬼，還是查某鬼？伊講是大波鬼嚟。
伊朋友就甲讲，你应该特别叫人来请你归出去啦，呀，请你归出去，你嘛是来问我咯，我就唔知。我甲讲，我讲你应該啊，特別去問咧多倫多嘅人 ，because 即邊有暗，多倫多嘅人濟長人嘅較有暗啊。誒嘛講 OK 咯，伊就幫伊消息，和伊嘅越南面嘅人啊，甲講來推咧師傅啦，來請嚟歸出去啦。然後一請到我就，一請到咧人嘛來咯，就師傅嘛來咯。然後我就講幾步，我就講幾聽，我特到看到伊呢，我就快去甲伊講話嗰隻。แล้วมามุย咯อีก็จีแอร์ไลน์โจเซ่เชงคีเนี่ยอีก็อยู่ไลน์เหลี่ยมเก่งอีเหลี่ยมเก่งอ่ะว่าอีหิวจุยแล้วว่าอีก็อ่ะเนี่ยเอาเลยไปอีก็อีบ่จบบ่ห่างอ่ะจะเบยอ่ะจะเบยชุกขี้อ่ะแล้วอีว่าอีสู่หูมาไก講อี講嚟答博鬼㗎嚟สู่หู講啦ว่าไม่ขออีปัว because ว่าจริงจังสุกอี我講อีเก่งชัวอุ่นเนี่ยเบยจังเจต้าแล้วแล้วว่าลังอูเฮเลว่าลังแบงอ่ะขอเลยเจงหูลุยอ่ะแล้วว่าลัง看到เลยชัวเบกุยต้าเว้ยมาอีชัวเนี่ยจังเบจังควายถ้าจะเบกุยจี3年啊10年嚟邊จังเบก็4個ต้าเว้ย啦นี่สิอีก講啊เฮเลกุย講啊อีจังสุกะจิเคน because จิเคนหลังอ่ะอีชัวจังเตรียมแล้วอีโจกังอีจังจะ等啊เฮเลกุยHome Alone 那啲多數嘅其實啦，所以你買可以備啦，你買可以備，แล้ว人嚟看厝嘅時啊，一做好你人嚟，你那是感覺，你嘅 feeling 無爽啊，你係唔舒服嘅嘛。對。แล้ว佢哋舒服就甲佢哋人講咯，แล้ว一甲佢哋人講，แล้ว伊講 OK，你問佢哋貴啦，伊愛我安怎做，伊甲會甘願，แล้ว你舒服。伊師傅 recommend 講，伊想甲做咧咩念經法術，我唔知啦，就係做可以咧鬼啊，念經可咧鬼 ，elevate 咧鬼啊，我唔未 understand 啦，我 because 我冇咪相信鬼啊，我哋咪講嘛。念經可以排除可以呀，แล้ว伊嘛是做念經啊，做咩了買桂枝啦，買花啦。嚟擺咯，學你貴咯，你有唔就賣出去啊？呀，我是啲冇相，我冇蝦米相信貴嘅啦，我是驚貴就比較冇咪相信。After that，我唔啦，當結講啦，當見我係冇貴本場 ，because 一嚟我 office 一嚿我講咗，你我冇嘢事，伊講有呢，伊講一做呢哟，伊出就賣去啊。特別伊講伊唔敢甲人講 ，because 一驚講伊講咧嘛，冇人愛買。對。我使講日本叫。講。我感覺鬼啊是 parasite 嚟喎。parasite 啊？伊用人嘅 energy 啊？你是講？冇啦，伊是成往上躯入邊有糖嘛啲，嘛是 parasite 嘛啲。你是講成大個人，特別人個 exist 嘛？那是 parasite。人個伊成伊嘅，到底伊人鬼嘅所在嘅 environment 嘅 sphere 係。伊人是一樣 parasite 哦。想講啊，想對我小文嚟講啊，我人啊，鬼有影是 parasite 嘛，你唔係講 parasite 咯？因為 parasite 有另外問題咋 ，parasite 有另外就是講成個正嘅 parasite 嘅鬼啦，伊是有影是殘留類嘅咋，伊是成個食類氣嘅啊。那肯定嘛是 parasite 嚇，特別唔是咁樣嘅鬼人肯做嘅啊。有啲鬼是整個浪都一大呢，伊到底上一位，伊唔是講成個你只正咧，有啲鬼是縮落去嘅，正用落 energy，係見到鬼。等陣，我會講我會不，我會學日本嘅個條，你部條走啊！叫我自己辦。OK， 我有嘅 video 來看。係等我看咗 share，I think 我條 screen share 下 present now a window。等我看嘢，我諗看得到。哎呀，我唔知多一個喎，多一個聲。我唔知多一個聲，我先 check 緊一個。
可能快掉。I think 這是第二嚟嘅，攏快掉當嘅，阿爸唔假的。快掉嘅，快掉。Okay, so we'll try. 哎呀 ，that means， 哦，等，我特別，哎呀，我可能看了，我覺得換我自己 YouTube 嘅 feed 嘅，等陣，以後就麻煩咯。YouTube 我特別去 OBS switch to 咩？Google 唔是QuickTime。拍攝是什麼樣嘅 video 啊？日本鏡。OK。日本鏡。這是攏看啲 video 是啥物帶嘛？1 1:14分。1:14分5集啊？1:14分。當今是 play 了還是 pause 掉 ？pause 掉。pause 掉應該是1:15冇驚。OK，所以我當然即我 play 我當 play 啊，即攏看啲是1。特別攏看啲是伊 date 是就即，如果7月31號嘅是8月4號，8月4號 ，OK， 8月4號對，OK， 8月4號，所以8月4號但我 play 我攏看，伊講一個咧，耶，耶，我講啦，冇看到，盲啊！我本是 suspect 是幫嗬，伊是嗬一波佢嗬，伊慢慢 disappear 咯，伊慢慢 disappear 咯，啊，你看到伊慢慢 disappear 是唔是？幫係啦，伊講一個有可能是幫啦，伊講一個有可能是幫啦，伊個夾好我另個一個，嗱，然後佢看知道一個 original 啫，伊講一個有可能是幫啦。OK， 然後伊講另外一個，我唔捌看過 ops 啊，是 ops 叫做 ops 叫毛毛球嚇灰球，龜粒啊，龜球，呢個龜粒 energy ball 是唔是？啊 ，quick time， 乜嘢啊？等我看這是學分啦。8月4號，8月，怎麼攏是佢8月4號啊？哎呀，等陣我，sorry 啊，傳。冇忙啊，傳。冇，伊兩個發name 講我啊。你看嘅是7月31號嘅。當今是still 7月31號個。冇，這是8月4號嘅。當今我8月4號啊。冇，這是你換佢7月31號。真嘅。我一放你冇寫，等陣我特別。放你冇寫嘢，都是 WhatsApp 嘅 message。哦 ，OK。鬥嘅，學緊個鬥嘅。OK。 Of course 啦 ，original slang 嘅福建話。會福建會。present， 等陣啊，所以就辦。because 我哋做咩？我攞頭做咗啫，我嗰度做學你人看，我嗰度做學 YouTube 嘅人看。要緊。我可以會冇咩想 ，I think 是 this one。人看就8月。你看是8月4號，冇是7月31號。啊，對了。對啊，應該是這個樣。是啊，這個。OK。From the start。So 一個呢兩對冇聲，另外一個。Another one。唔是8月。這唔是8月4號咩？7月31號。你一查7月31號。當今人看到7月31號咩？唔是8月4號。我應該忘記7月31號嘅對。Oh my god！ All that bullshit for nothing. Okay, 等我畫佢。哎呀，唔講 present a window, then 喂，實在多點解好嘢，我俾佢哋 file name. Okay, alright. Now 等等佢 load 嘅時候佢掉。Okay.
对啊，这咁樣，这好，嗯 ，OK， 诶，幾好？7個月，你別看7個月，咁，即嚇，OK，咱來看，伊講一個嚇，你看，這無上班是唔是？這無上班，伊多少位？伊貴就多少位？貴啦，過來收咗。啊！你出鏡嘛？都是冇鏡啊！桃粉啊！棒啊！桃粉啊！伊人是講啦，我就聽人講 opposite 嚇，伊是 appear 甲 disappear。伊無成講桃粉，你是別個位本會看到啦，是講啊，你 frame 位，伊若是 opposite 伊是 appear 都可以出，伊是出到 come from nowhere 就頭 appear。那伊個 speed 啊，伊個 speed 若是 constant 嘅呢？喲，Siri 個甲我講話，嚇我就，然後伊 speed 若是 constant 嘅，就是講伊是 up 話伊可以出佢哋，一出到這邊，伊想 appear 到這邊無嘅嘛？變咗有去，無。啊，四隻好先啊！但伊上細些，特別伊個行伊個 speed consistent，特別哦，我看到是有可能是 reflection，是 because 伊有 catch 到伊個 infrared 嘅火嗰度，伊正中較光啦無。我看伊 from 伊個 entrance 啊，伊看。伊 starting 嘅時啊，伊每位啊，我伊每位出來。得咯，嗰啲妹冇啦，呢啲每位啊，伊每on the corner left 啊。啊，伊是到下你每個位出來。有咩？我冇看到喎，到底係邊妹就 start 咧？冇啦，你有咩？你是到下你位啦，到每。伊是出是到底邊嘅出，到底係我邊見，到底邊。啊，伊是 around 嘅 area 出來。每嘢只就邊嘅出。好我看啦，是 box 來，是迄個四隻葉啊，迄個四隻 net 啊，我記下，我見我一隻。我在這隻啦，特別 ops 迄個，因為 show 佢你去 online 吹下，伊 show 伊個 pattern 啊，伊 movement 嘅 pattern 啊，是 insect 啊，還是 dust 伊個 pattern，伊個 pass 係安怎啦？我 because 我有 join Waze 嘅 group 嘛，所以我有看到一個咧是真正無相誒，伊 ops 咧，吼是大粒 ops 甲細粒 ops 哦，走嘅邊，伊是 zigzag 嘅，聽嘅，像個 bounce ball 你看咧，都無內邊迄個 group chat 內面講咧，無一個人毋捌看過，安尼款特別嘅 ops 當兵嘅。安尼款背甲了人甲咱講是桃粉，甲是 box 呢，無人講，但是就如果一條上人跳，你看咧啊，你要注意啊。即個應該叫英國將來看啊。英國將桃粉嚟啦，棒啊啦 ，insect 嚟嘅。啊，安尼啦，了個種未講過，係先招。因為佢咪嘅 crash。我朋友啊，experience ตัว即係 hospital ตัว PJ。哦，這是Palintau，OK 啦。伊咧是安尼款。我知到一間 PJ 到一間。阿孫嘟。嚇。哦，我知。阿孫嘟啊嘛，阿孫嘟。伊大 because company entitlement 是大single room 嘅嘛。就一人大呢啦，伊譬如講有 sinusitis，咁佢大2名還是3名啦，唔知去幾多嘛。然後伊嘛大邊啦，啊個4點幾5點啊，你講伊一個朋友去找伊，這個朋友咧是 colleague 嚟。4點幾，是 Apple 是早起。Apple。OK。然後伊個朋友咧會看到物件嘅，伊嘛入去咯。伊朋友嘅人真正，我本捌伊嘅，真正 lively 嘅，好講笑啦，然後咧，very jovial type，所以咪入去咯。伊入去啊，嗬，規人所掂去咗，我未敢講話。
唔加講話，แล้ว唔知รู้บ่ดีอ่ะ教我朋友，我無啲，我朋友教我講嘅，所以講，誒，安怎會說掂起？咱嘛甲伊講話咪，真正 serious 就無咪愛應，無咪愛講，แล้ว after about no sign 之後，我就走咯。แล้ว last day 是伊被 discharge 嘅時候，伊朋友嘛來載伊咯。แล้ว嘛問伊朋友啦，說誒，安怎你嚟看我嘅時候，你安尼靜 is everything okay？伊講無，我入去嘅時候，我看到伊個教醫朋友，有一個查某坐了，就係講是垃圾物件啦，伊唔敢講話。安怎安怎你無甲我講？伊講唔係啦，如果加大個糯米個，甲你講，你嘛唔敢大了。成日無甲伊講，แล้ว伊講咧，伊落外口伊大路伊邊樣，伊邊嘛是有一個 roundabout 誒。So after that 是 beside it there's a church 嘛，有一個 church 嘛，that road 嗬，出過嘅時候，真正濟 along the street 行來行去，伊會看到。我甲你講一樣物件，攏去 check YouTube 看，攏會看到拍領導，還是攏 still 看到迄個 off 嘅 video 個。攏去 YouTube。看到拍領導，看到拍領導好 ，OK。因為我係 frame 啊，當然 stuck 到啲邊個，stuck 到啲我當然 screen share。我看到嘅是拍領導 stuck 啲 screen 邊。攏看到拍領導啊！我看到嘅啊是一頭掉到啲，但係我 play 互攏看下面，是 stuck 掉。攏看到拍領導就 OK 啦。但係我 YouTube OK 啊。Just in case 我互攏看。So that in case 攏有蝦米事嘅時，咱會 documented。OK 啊，這是 Safari。YouTube OK 啊。我可能看，這是我 control panel 啦嚇。攏看，可能 screen share 時可能快。哎呦，冇去啊 ！screen share 時冇去啊。冇去啊。有啊，看住啊。冇 screen share 時實冇去啊！我可能然後要 update 去啊，唔緊。Okay. Anyhow, you are presenting and just stop presenting. Okay. 你一個等個住個，我差唔多要笑打，特別個住會講幾個。我有 short 咧。你是你家己還是聽人嘅？聽人嘅咪講成，不得冇嘅時間講。你一講家己，別人有家己嘅較 personal story 要 share 個。我唔知我發講過有啲。你講啊？對，就是我細漢嘅事嘅。反正我成個邊一幾個數嘅。頂過我大有是大超咯。那就叫。超咯。到底是在你生命對面啊？嗰邊只姐哦。係咯。你貓咪嘟嘅 hospital 嘅。對。有馬路喺厝嗰啲，我頂過厝嗰啲可能俾佢有個讓佢經補助者，有個讓佢 rebuild 佢。我睇佢以後不都佢 previous owner 嘅朋友啦。伊話講佢讓 after 我嘅媽嘅手啊，我個手讓我間厝。你 owner 比較靠病，大一靠病。我之前厝呢，因為基本是我個伊有甲我講過啦，講伊隔壁有鬼啊。因為伊火伊咩來甲我個 discuss 講伊火無管那種換伊包，伊就有是死那有啊。對。你要開看完，要下部本是我幫嘅數。下邊有幫含嘟誒下邊。我。你都衰。唔係講咩？แล้ว我問佢即係較最聽個加一個講較最聽。我個貴哪裡特別係小甲講。OK。我俾睇一個，如果攞第二個故事啊，阿龍嗰個攞你個故事啊。
我唔是我嘅故事咧，本是我當初講我聽。但我未聽一個，呢，即係聽別人聽，卡吹聽。你話只白刀講，我古早細漢嘅時，迄個是較細漢啊，較久了啦，讀中學嘅時。我一個親戚住佇台北嘅。了迄時中學嘅時咧，我人喺住大迄邊啊，我人唔要講你啲 family 物件，但我人holiday 時咧，我就對我嘅 mother， 我嘅媽咧就帶我甲我嘅小妹，我人了甲我姨人咧就去台北找伊嘅親戚啦，伊嘅舅啦，了。我係賣股啦，都你股講，我股講，我股講大位咧，真奇怪。我感覺冇咩人家去嘅厝大啦，伊大啲人講經裏邊嘅。哦 ，OK， 特別講經，伊特別講經後尾咧是忙嘅。哦，當人忙，所以了伊邊啊有一間厝，所以伊規間伊即台邊圍行去啊，規條路就其實，你知哦，迄條咱正去望山去望坡嘅路嚇。冇物件誒嘛，深深陰陰，了行到入邊，了一個暗，一個暗，暗後尾就是鬼片嘅望咧。所以我人去迄邊大啲暗入邊。計距離呢？我同你講嚇。去望未鐵圖。唔加，因為暗暝嘅時嗬，冚開個了，講嘅紅光，迄個紅光經裏邊冚開個了，你看到咩？你看到紅嘅灰啊嘛，即灰，咁係會嘅燈啊嘛。แล้วนั่งกันแล้วจริงๆเป็นคุณนะเอาไว้ก็ได้กี่กว่าๆเสียงกูรู้唔知เอาไว้有下面紅險有隻鬼走出來是冇，因為鬼個了到後嚟望佢嘛。แล้ว迄時咩嗬，我冇發生咩事，特別我係故講咧有早起時因為伊跳檔嘛，伊要去檔跳檔去嘛，แล้ว就冇人拍迄個落歌下面，講你嚟講拍歌數就幾拍歌，拍了but it experience quite strong 本啊，แล้ว伊啊，到底迄邊嘅時候，伊就講伊到迄邊真濟年啊，伊點點看到，看到伊咪看。了伊講有一道嘅是第一會記嘅咧，就是伊去食物件啦，阿妹咧，伊搭卡車轉去，伊無人一人嚟，伊無家己一人嚟，所以搭卡車轉去伊就學啊咪落，驚咧看到一個白衫嘅查某，到啲路邊，伊就搭卡車對咧，查某就拿緊拿走，伊就對，講做唔使做咩事，起笑就對伊做咩事，搭對個尾啊，過咧阿媽起到伊望山位下，碰進去，冇去，所以我人住喺邊差唔多2暝，可能就走啊，所以就搬去台邊嘅頭，就住一間迄邊古早安尼幾年前無迄個學校嘛，就住迄個客棧，下骹個別店嘅樓頂個房間係種嘅客棧。迄個本是真正距離，本是上一個 trip 啦。了，迄個客棧咧，係我人大一個房間，囡仔大一個房間，大人就大一個房間咯。了，兩間小我袂記伊安怎隔壁安尼啦。所以我就甲我嘅 sister，甲我嘅cousin人就住另外一間房間。了，伊個 toilet 嚇，就可以長益嚇，點有水啊，有聲，到啲隔壁流出來，直直流袂停嘅。了，我就奇怪，就後尾走去驚嘛，囡仔個咧我就驚去走去敲我嘅。大人嘅門咯，你對咧真距離啦，真正係咪無？แล้ว大人講冇邊間啦，見到老人小咩，所以就講到呢困，所以困醒就隔日子就教我係故講啦，講你房間嘅距離呢，隔壁咩？แล้ว我故講迄時啦，伊幾星期啦，伊大啲迄邊啊，伊本有淡薄名聲啦，伊就走去問伊客棧嘅頭家咯，講如下正好是好好交代下，我坐喺下面前真係正大，你可以坐喺房間面，都阿姨，一叫咩事？伊講sorry，歹勢你冇房間，佢一間係唔走啦，有人死過嘅。你講歹勢，我大掉，แล้ว大一暝啊，แล้ว我故講就講走啊，唔係大啦，走得三節咯，喺平開就走。哦，你當佢大嘅你故講咪冇啦。so 冇啦，係你事。不知你個到底嚟，你個時候你當時講起你時候就只一定打幾個數咧。我只咧，我係隔壁本路。我嗰隻來世界講嘅咪當咪笑打。OK，當然講嘅平時啊，各位聽眾這個禮拜咧，我係特別嘅邊咧就是新椒卡春條，然後個有毛菇啊，這件事狀啊。後點阿龍哋冇開 video，所以唔知你是怎。阿龍，แล้วก็電話是未使講啦，แล้วก็未使講嘅 best friend，
零頭毛啊，你一時個四百九啊，個奧迪都啊，個豆嘅啊，個哇呢隻啦，個波波Bye. 阿涵，等陣，我只看帕林島，個帕林島，個阿三laksa，個อะไร咩วันทันมี วันทันมี是紅嘅嗬，วันทันมีแล้วก็จะแค่นั้นเลยยับใช่ไหมแต่ยับใช่ไหมซัมบาบลาจันซัมบาบลาจันเพื่อแกมหูกับแกมสวีตี้อ๋ออะไรเจ๊แล้ว講กันแล้วอ่ะ即係幾多人我唔知 Is that everything everyone 哇日本鏡毛毛菇啊日本鏡對日本鏡對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若是攞興趣聽鬼故事咧特別到對嚟聽到大幾節了個有哎呀死我冇等看下掉我面質阿涵等陣刷啫那阿涵到掉我邊啊阿涵到最แล้วก็อันนี้ไปก็ตัวนี้สุดท้ายไปเลยสิว่าแต่แล้วก็ตัดกุจิ講鬼故事知道那是攏冇有興趣講鬼故事人特別注意看我諗其實變得好嘅錄音是咱特別來參加拜拜拜噔噔噔噔噔但是你嚟的嘛做咩事呢細聲真係細聲嚇，等陣咪半地，真係細聲。哦，對，我未記，哇，我係只 talk over，等陣佢知道，佢來過，拜。แล้วก็อุตติ YouTube 下邊嘅人咧，問找個 YouTube 嘅人咧，讓就係頂一禮拜 episode 咧，就係這邊嘅訂，แล้ว冇看到 episode แล้ว這邊嘅伊看到訂咧就點看 subscribe 點看我邊咧學緊嘅錄音，แล้ว訂下就正嘅就通知你往現條錄音時間講我新嘅戲是會跟你講，拜拜。